哈弗最近公布了一款新车大狗，不说车咋样，光这名字绝对是汽车里的一股泥石流。而且最骚的是，这名字还是网友投票得来的。大狗在远行者、战斧等车名中脱颖而出，票数领先第二名差不多1倍。用动物做车名的车子其实并不少，比如庞蒂亚克火鸟、福特野马、道奇蝰蛇、大众甲壳虫，但无非都是突出猛或者萌。但这个大狗，不知道村里的二狗知道之后会作何感想？来二狗，上大狗！不过土到极致就是潮，大狗这名字很快就传开了，营销效果满分。另一方面，对于一些中老年人来说，这种名字也好记。不信你看下面这车，累半天都没搞懂该咋读。上汽 Maxius Increq Q5，雅阁的亲兄弟 Inspire 卖的不好，逼得经销商干脆管这车叫雅阁王。很大原因就是名字没雅阁响，所以哈弗这波操作666。之前长城炮上市的时候，网友就戏称车友群是炮友群。大家觉得这次大狗的车友群应该叫啥？